好，OK，好啦，咱就我看卖时间，好，31分啊，咱直接开始哈。好，今仔日要对1648年开始读起吼，这个所以那YouTuber， YouTube 安怎？嗯，无声还是无影？无影，无影，已经送出去啊咧，佮无影我嘛无法度啊。哦，你佮那可能是我的问题。你小等一下，无要紧，我搁看卖奇怪。因为我有看到啊。哦，OK，你有看到就好，应该是我这个问题。嘿，可能要我登录啊，可能是安那。好。爱你登录，就是迄个 link，我打迄个 link 点你袂看袂到。有啦，可能爱我看卖，我即嘛是，等下我看卖，对啊，已经直播送出去啊。变做我爱登录账号了，就奇怪。为什么需要？应该免啊。对啊，就奇怪。我截图看，无要紧啊，若是讲你想正常着。好，来，直接看哦。1648年正月初一，今仔日卸任的法官、孤儿院的执事、遗产管理委员和婚姻事务人员解除誓约，并且因为因的服务受到感谢，同时确认新上任的人和几个连任的人。这看无解有，毋知你讲啥吼？爱去看顶一回咱顶回读的迄个12个的时阵，最后一工吼，内底有讲起讲，有鉴伫现在局面年对啦吼，按照惯例，法官、孤儿院院长、遗产管理委员会委员和婚姻事务专员拢必须要更换吼，就是拢要换掉吼。伊讲这是惯例啦吼，咱第一道读着啦吼。讲即荷兰人伫咧台湾即只甲年对即寡职务拢要换人做吼。因此，按照情况，有一寡职位由新人来接任，有一寡人是继续连任吼。所以咱搁转来今仔日读的1648年正月初就讲卸任的法官吼。孤儿院的执事、遗产管理委员会和即个婚姻事务人员解除誓约，吼，就是即个意思。好，咱继续看咧。1648年正月初四，哎呀，我摕药仔来食一个，较袂袂记。所以芭比你即马，愈行转来啊，对啦。对啊。足无用诶。对啊，转来搁继续趁钱。啦，拄好足侪 case 爱消化，要消化掉。OK。是昨暗出死线有学到物件无？有啊，大概拢有学啊。嘿。可是有当阵无一定是啥物字数还是啥，我会因为足侪人做伙读的时阵呢，我会去观察讲大家读迄个读音，就是讲伊会训练讲耳腔会搁较难。安尼好啊。就亲像阿关你嘛有讲过啊，咱受着迄个华文影响，有当阵真正是足凊彩。不管是听迄个声，还是讲发迄个音的时阵，确实有足凊彩。而且是我即代
真正足侪人讲话就是都无清楚啊，讲足关系，是真诶，就是咱搞做伙啊，就无清楚安尼。真正嘛就关系，真正爱靠白话字，或者是不管啦吼，教育部诶相关吼，教育部迄个我迄套我是较无熟，爱靠白话字来解救啦，无实在是吼，这实在大家讲话安尼，臭灵呆吼，噪音走纸音拢走纸去啊。好，咱继续来读啦吼。正月正月2、3、4 3天，犹是舒适的天气。早起接到车坎所传来的消息，讲公司的马条早暗，算倒好啊吼。台语敢要讲失好，应该袂，我查看卖啊吼。失好怪怪，来看卖啊。大理大书店汉字直接做失好，有啦吼，失好，好在啦吼，我会腔口好。公司的马条吼，马条是我讲的啦，伊嫌嘛少啦吼。我来看，因为我自细汉是有牛条，我毋捌看过马条，我毋知影马条是毋是共款，因为马条。牛条、猪条拢安尼讲啦吼，马是毋是安尼讲？我毋知，我来看卖啊。我看卖啊，查看卖啊。用汉字找马字后壁外口卡，这用足多5页，这边哪查呢？我直接用马条来测看卖啊，看。马第2声条 TIAU 第5声。真正是，就是叫马条啦吼。马大的小厝吼，台语内底牛条、马条、猪条拢叫做条吼。即嘛可能佫会听着地名，佫做什物牛条啥物？我煞袂记是啥物所在，佫牛条啥物？好，转来第4只。公司的马条站失好，迄31只马当中有22只被烧死吼，剩9只尔吼。荷兰人有引进马来台湾吼，台湾应该是无产马啦吼。台湾一直到即嘛马佫无事件嘛，毋是介多吼，因为。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关系，无介适合，饲马无介适合。所以自古以来，伫台湾的交通其实靠马就罕你听到吼。一般交通是靠牛较济啦吼。我知日本人嘛是有引进马吼，而且伫日本人佫有伫台湾一寡所在有设迄个。跑马场就是互人跋马用的，跋马赌马跋马用的跑马场吼。阮新竹就有吼，新竹的跑马场伫个18尖山遐，即嘛新竹高商吼，新竹高级商业学校迄个所在吼，伊迄个运动场遐，较早就是新竹的跑马场吼。其他所在我就毋知啦吼。当然，大家可能知影讲迄啥物台中迄遐一个所在叫啥？后里吼，遐都有马场，迄毋知是毋是日本时代就有啦。好，咱转来遮第4只吼，讲迄31只马当中有22只被烧死，毋知影失好的原因是啥物，因此呢，就派稽查官 Dirk Snuek 好，
我就安尼念，我嘛毋知这个名要安怎发音吼。因出了派这个稽查官 Dirk Snoek 该动上级商务员 Edward Oxbridge 和队长 Peter Boone 做代表，随去遐去调查整个的情况就是讲这个马条啦去查看马条为什么何在但是因转来了后，拢无早转来充分的答复，也无听到有够野的消息无听到有够野的消息。有一只代志就到遮啦过来是有一只高野船对丹狗来遮入港，坐5个西南人载来700片做汤桶用的茶棒，甲30担的茶。江个敢若即2、3是5片尔逐头读。江个5、6、7好天风大部分对东方吹来，今仔日对陆路送一张批去予下设商务员 Anthony Plugall， 该讲该地区应该要遵守的命令。嘛寄一张批去避南，予士官 John James Vandenberg 用来答复伊伫咧旧年12月25日来批，并且该讲伊迄边所应该遵守的命令。对南部的淡水有一只篷船来遮入港，坐14个西南人，载23担的咸鱼甲350担的茶。有一只篷船航王时呐，坐26个人，载去32篮的大鱼、13篮的鹿仔肉、60刀的即个，我阁袂晓读啊，树的款只好阁查一下定定拢袂晓读。玉蜀黍迄蜀啦，岁数第2声岁数。或者是水我看一下大理大书店敢有收到这个数。大理大书店收的音拢是水或者是漳州腔说阮老泉腔是叫做说毋是色 ，SERE 到底要安怎读？我到即嘛阁袂晓。SER 是色啦，后壁阁加一个 E， 我都袂晓。好，我读水啦水有水啊，或者是水啊芒，水啊芒是就是那个麦芒迄个稻芒迄个芒水啊米、水啊糍就是做迄种麻糍水啊糍，拢捌听过，因为我著自细汉捌看过水啊。好，60刀的水，1700条的乌鱼，6篮的鱼卵，30担的酥木。3担的棉花，3担的鹿骹，甲6担 Java 的藤也命令篷船 Horn 号来挖靠栈桥，装运所需要的粮食甲其他的物件，以便做军来会当来出航，经过东京越南的东京航往巴达维亚，这个吹背。风甲天气如同这几工，早起又搁对赤坎接到报信就对了讲夜间迄个马条的管理员叫做 John Williams 的厝也倒好也设好马条叫好烧去，即嘛即个管理员的厝也去用烧去看起来这毋是代志，毋是遮个单纯但是呢，已经拍火去啊好，已经拍火去，和顶一回相像毋知影是谁放好的。有一只
放船来航往西南沿海吼，毋知啥物人放好，顶回烧死几只马吼，31只烧死22只吼，真嗨吼。有一只胖船航往西南沿海，坐49个人，载去98篮的咸鱼，6捆的沙鱼，263刀的水，47篮的鹿仔肉，2380条的台语袂讲条啦吼，2380尾的，或者是你讲尾吼，尾巴迄个尾吼，2380尾的即个乌鱼，2篮的乌鱼的鱼卵，45篮的鹿骨，19篮牛的蹄，20斤的苎麻，我伊阁袂记安怎读啊，咱阁来趁今仔日我真心情真轻松吼，一字一字甲抄起来，苎麻即个字哩。算咱休困一个休寒啦吼，一个寒假休煞，我拄则看着三礼拜休3礼拜吼，足3礼拜。所以咧寒假开学啦吼，开学第一天吼，心情真轻松。即个字呢，监字典收2个音，一个是对第7声，一个是吐第2声吼，吐甲对。相款我来找一个啊，台语大词典，有用到即字无？对甲吐吼，台语大有啥物我高一字会去查监字典，就是伊会收即字汉字伊的文音白音吼，拢会收。但是实际上，即个汉字伫咧即个咱台语语言内底，到底有平常时有咧用着无吼？你着爱去看词典啦吼，看台语大词典。伊若有用着的词，伊就收入来嘛。啊，若无迄个汉字对咱台语来讲，就是一个毋捌用的汉字，甚至就是一个根本就毋是伫咧台语即个范围内的汉字吼，毋是台语范围内汉字诚侪吼。甚至你简单讲，就是譬如讲日本人即嘛发明的一寡汉字，你台语就用袂着嘛吼，迄就是台语范围以外的汉字吼。但是迄个汉字要怎读，只好你就去看监字典。当然监字典是差不多100年前所编的嘛吼。你即嘛日本人所做的迄种新的汉字当然是无啦吼。OK， 所以咱看吼，监字典收2个音对。第7声对甲吐第2声吼，当然应该是一个文音一个白音啦吼。啊，你看台语大词典，即个对字用足侪吼，几十个字吼，伊拢用对字吼，伊毋是用吐吼，所以真明显就是讲对即个音才是白音啦吼。实际上你伫咧平常你交谈、平常会讲话时阵会用着的音叫做是对，毋是吐吼。对啊，对就是苎麻啦吼，直接即字就是苎麻吼，免后壁佫加一个麻，但是加一个麻应该是嘛是共款吼。伊后壁有一个字，一个词叫做对麻君吼，就是对麻的君嘛吼。所以对字就是即个对麻吼。对麻呢？嘿，请讲。讲伊嘛是共款的，就是你拄则讲的。啥物？等下登录才有法度看。你讲 YouTube 哦？对啊。哦，安尼可能我看卖是毋是？小等下吼。YouTube 哪有啥物权限 ？YouTube 就是一个 link 尔。会员就是有啊，有权限啊。什么权限？会员才会使看，会员才会使看，还是讲？我无识啥物会员啊。等下吼，我只好搁等下吼，我搁订寄一遍的即个 link， 我搁订掠一遍 link。我看有啥无共无吼。若无这无彩的，才好听。安尼吼。对啊。OK， 小等下吼。好。我搁寄一遍，我嘛毋知影为虾米。
Ctrl V Send。好，来，我来个看卖，我个点，哦，好，无即搭无共啊，安尼有可能我拄则打的是可能，I don't know。Clubhouse， 哎呦，结果已经要1点，对，等读到9点，我遮的10点半。所以实在是太读到伤晚去啊！我咧想讲是毋是提早一下半点钟？稍等下吼，pin link。add link， 好来，这即马搭新的啊，你点看卖啊，看会到袂？啊，手机互我撳起来，歹啊，即声。哎，是毋是无去啊 ？Hello。我无拄好甲迄个 window 禁掉。芭比，为什么拢无声去？发生什么代志？我要搁安怎定来？建立进行直播。安尼搁开起来，搁共一位的款。copy。之后搁定来。Gmail Compose Link 3 Ctrl V Send。毋知为虾米芭比煞无声去吼？我甲恁扭起来，方便再含我对话一下。我搁定来吼，Gmail 定来 Link Copy URL Clubhouse Pin Link。好，我 video YouTube 的 link 个定大吼，你才看会到的。啊，芭比为什么无声？伊讲我无声，我无声哦。来，我出去一个吼，我出去一个，我要哪出去？离开，离开。搁定入来。好，安尼有声吼。歹势，我嘛毋知我为什么忽然间无声啊！这个 Clubhouse 吼，真辛苦，安尼bug一大堆拢抓袂了。而且这个要改版，搁咧改版。安尼吼，袂歹吼，袂倒去啊吼。搁改版，搁
改到佫会使 preview，毋是 preview，pre-listening， 安尼你会当佫先偷听别人房间咧开讲啥，啊，才会当偷仔听。那伊迄个 YT 共款拢安尼是安怎？奇怪。相款哦。无，对啊，你重新，敢会迄个连接共款吗？连接敢有拍毋对去？应该是奇怪。我拄则才搁订来呢。伊个拼 link 遐，伊个连接一模一样吗？迄字一模一样吗？敢有改过？拄则有改过，但是因为我无声，我拄好无拄好，甲规个迄个直播画面规个关掉啊，所以我想讲，我得搁开一个直播，但是毋免我 YouTube 开新的直播了，伊搁相款即个直播，所以搁转来啊。但是呢，我为虾米我即马你看袂到？伊搁相款讲啊，着爱啥物爱登入是哦。小等下吼，我看觅啊。那安尼无安尼啦，我来补一个，我补另外一出啦吼。我来 share copy link 吼啊，来即个 pin link 遮，我来搭一个凊彩一个 link 啦吼。我即马凊彩搭一道影片起哩，我看你看会到袂？ add link， 好来，你看会到袂？你试看嘛，这是凊彩一个 YouTube 凊彩抓一个影片的 link 哦。好 ，Go to link， 会使诶。会使吼，啊我诶袂使，为什么我诶直播袂使？我也无你共收钱啊，那即嘛是安怎？来。分享copy 关起来，分享copy关起来，啊，我搁直接搁开一个 Gmail， 相款搁搭互家己。paste feature equals share， 啊，然后设做公开，才会当互所有人拢会当观看。哦 ，OK， 安尼我了解意思。稍等下吼，设做公开的意思就是讲，哦，对，我看到啊，伊是写私人。因文书设定设做私人哈，因为为虾米呢？因为我今仔日我早起就是早要录的迄，我另外有一段我甲切掉啊，所以另外佮我甲原本的迄个录起来，甲改做是私人的啊，放迄个修改过。啊，但是我即马要改，才无法度通改呢。毋是甲拍开吗？无法度呢，我即马已经伫咧直播啊，所以敢若无办法改，无法度途中来改。安尼，我着只好结束。我先结束直播啦吼，我先结束直播。结束吼，结束，啊，然后再搁